香港已經冇辦法承受每年4700萬嘅內地遊客逼爆香港，而且佢哋將我哋啲嘢都買晒，令到百物騰貴。我哋要光復屬於我哋嘅地方，趕走呢班蝗蟲。於是光復鬥士喺上水浩浩蕩蕩咁出動啦。因為之前出現過鬧錯人嘅情況，影響咗我哋光復鬥士嘅形象，所以我哋要改變做法。見到懷疑係內地水貨客嘅人，就要求佢哋出示身份證明。如果攞唔出證明，我哋就用粗口講佢返鄉下。結果問咗10個，有9個都係香港人。於是光復鬥士將行動升級，要問疑人係咪香港出世，將嗰啲非純種香港人嘅新舊移民趕返鄉下。鬥士 A 嘅母親啱好路過，因為並非香港出生，被其他鬥士見到粗口辱罵。我頂，嗰個我阿媽嚟噶，你哋好多人阿媽都唔係香港出世噶啦。你阿媽對香港的確有過貢獻，咁我哋改為要求佢哋出示稅單啦，證明佢哋有喺香港交過稅，對香港有過貢獻。咁台灣旅客、日本旅客都冇稅單，我哋講唔講啊？如果佢話稅單喺屋企，信唔信佢好啊？你覺唔覺我哋嘅政策越嚟越似特區政府啊？